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今次嘅天氣報告，我係譚曉晴。提大家，1號戒備信號同埋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先睇翻最新嘅風暴情況，熱帶氣旋紅霞喺今朝早增強為颱風，現時佢正橫過緊南海嘅東北部，而預計佢今朝早會同香港保持住超過300公里嘅距離，1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今日中午。而隨住紅霞逐漸咁樣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預計今日稍後風力本港風力會逐漸咁樣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喺今日下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而按照現時預測，紅霞會比較大機會喺星期日初時於惠州至協陽一帶登陸。不過佢同香港嘅距離同埋烈風圈嘅大細係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一個比較偏西嘅路徑移動咁佢嘅烈風圈有機會係影響本港部分嘅沿岸地區。天文台又會持續咁樣評估住喺今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可能性。而紅霞嘅外圍雨帶現時係影響住沿岸地區㗎。而至於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區嘅氣溫係大概喺29、30度左右。至於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就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日間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市區嘅最高氣溫會係約33度，新界仲會再高多1、2度。風方面會係吹住和緩至清勁嘅西至西北風，而稍後風勢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提大家，海面亦都會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預計聽日風勢會係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邊亦都會有大浪同埋湧浪。而隨後2、3日嘅時間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㗎。咁今次嘅天氣講到呢一度下次見。